台南市中西区图书馆自2022年开馆以来，因为展览的创意空间去予广大网友，而乐是全台上水的高级图书馆。加上最近，予我一张杨洪枫林木的盛开，一团粉红仔色的花蕊炸开，甲着图书馆白色的窗仔台互相来辉映，更加美丽。咱即马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全台最美的古迹图书馆，就是我们中西区图书馆。那这里以前，从1935年开始，就是我们的原台南州会，就是以前议会开会的一个地方。那后来经过把它列为市定古迹，那也经过整修，把它恢复原来的样貌，那变成我们现在的一个区的一个图书馆。那等于说是把以前的古迹建筑的特色保留，那结合新的现代的一个图书设备，融合在这一个空间里面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刚好窗外又有一棵我们的杨洪枫林木，那每年到了2月的时候，它就会开花，那盛开的景象，你从图书馆外面往外看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美丽。那所以也被网友号称为我们全台最美的古迹图书馆。中西区长蔡家富表示，因为杨洪枫林木的花期底大约只有3到5礼拜，距离228进前，市场的面册拍卡盛开的状况，过了1礼拜就开始落。但甲原台南州会市定古迹互相来对照，会用坐伫全台上水的古迹图书馆内面来看册、阅读，四界拢看会到窗仔外美丽的风景，嘛是人生的一大幸福甲享受。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。